哇哇！没在你这，哎，家里个家没路，在哪没路？家里个，咱们家里怎么说？啊，到朋友要说话，大高，哦，是要话，几个了？几个没是要话，上个就都是，那个地方，对，这些都错的。老家里，别人那些，菜，那都你们也是，别东西哇，哦，这他妈话题哇，这通吧，就，比较点啊，就比就把它炒开了，没有，对起来了，对起来有点大，有不？哎，对象嘛，这个就。怎么的？那个成本的，那个成本的，哟，那是屁的孩子。比较理解。等他老送你，谁听见那个？等他老送你，那个样嘛。白天没黑，不知道那么不。包括被猪的，那个，对，有一个来把起来。